I've devoted all my life to supporting the family, but she always complains that I don't spend enough time on them. 已经为人父的阿勇只顾着事业打拼，忽略对家庭的照顾。面临婚姻危机的妻子，从罹患阿兹海默症的父亲身上找到勇气。武林高中英文资优班的学生，在英文话剧中，透过油纸伞的含义诠释家庭的概念。The backbon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umbrella. It not only holds up the umbrella, but also gives support to all the ribs. 老师设定主题，同学们自己写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在全国高中话剧比赛脱颖而出。女主角蒋涵茹获得最佳导演奖，演活客家阿婆的梁友萱获得最佳女配角奖。你不是为了那个奖杯去比赛的，你是为了让有类似背景的人，或者是不是真的很了解台湾文化的人，可以更深刻的体会。身为客家人的梁友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自己跟同学们都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客家家庭把油纸伞当成女儿陪嫁的礼物，油纸象征游子，里面有着父母的祝福盼望。纸伞它下面有很多人，所以代表一个家庭，它里面会有很多，就是很多子孙。班上同学们也就像家里的兄弟姐妹，同心协力。道具、布景还有化妆，在老师指导下自己做。冠军荣耀不是台上几个人的表现，而是全班的努力结果。好，拿到了2013年全国高中英语话剧比赛第1名，同学们，安用诶，张波养赢的关键是什么？团结。这也是这出话剧的精髓。面对一切挑战，感受到有家人撑伞为你遮风挡雨，就有继续向前的力量。安用诶，张波养团结，安用诶，张波养团结。谢谢宗仪老师。